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正。一般人咧行政院党才讨论前瞻基础计划嘅建设嘅问题哈。到宜兰地区呢，党才讨论係827鐵啦哈。講到到台北嘅南港到宜蘭頭上起條綁出嘅鐵路啦哈，都係減少呢種嘅嘈雜嘅時間。同時咧係規則台灣東部地區呢種鐵路幹線提高速度改善計劃一個部分。暫時呢，因為講呢種減少那種嘅宜蘭地區那種目前因為13龍通車那種交通太大嘅問題，同時咧也唔單止在上到宜蘭天咯，還上到花蓮台東嘅種嘅東部幹線嘅速度呢都係提升哈。其實因為講你也計劃一格格來做，但是反對人因為講，所以可能背後見到嗰種查法太濃沙，你今年呢因為到那種13龍通車以後，到宜蘭咧農田地都太起來，那起來以後呢，造成宜蘭地區那種消費嘅指數嘅增加，韓國空污比例嘅增加都係全台灣最高嘅。因為你睇宜蘭已經冇像頭擺按好講嘢嚟啦，哈。韓國因為講，其實最需要改善係宜蘭縣地位度。區域嘅小型嘅路面路線嘅交通嘅改善，唔係827鐵。其實正反雙方都有意見，都有理由，但是你話建設到底會通過又唔通過呢？像地下行業總督堂向前意見，那堂政府部門代表佢嘅想法係乜嘅？以下講頭來對你鹽山鄉陳橋村嘅三觀大地三觀共面頭前吼，請到你地方上嘅鄉親並一種政府部門嘅代表和共同關心討論。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你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規劃組嘅施文雄施副組長。大家好，各位鄉親好。好，謝謝。下單為你收嘅第一個來賓係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嘅處長林國民林處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好，第三個來賓係宜蘭大學嘅榮譽教授莊志勤莊教授，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好，謝謝莊教授。第四個來賓係台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的律師謝孟宇謝律師。美珍姐，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其實這個北宜直鐵哦，我想這一波的新聞可能是在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之後，重新有一波新的討論熱潮出來了哈。那台鐵局也在103年呢，就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提速的這個計劃的說帖出來啊。那當然在地方上有支持的，也有不贊成的，那各自有不同的聲音和理由。但是我們先來看看，就是說從這個95年這個雪山隧道通車之後，其實宜蘭變成很多人。台灣人、其他人或都市人的一個心靈這樣的故鄉，也選擇移居到宜蘭來哦。那這些移居到宜蘭來的人，他們對於宜蘭這個土地的熱愛，或者說他們對於現在即將要產生在雪隧之後另外一個新辦的這個重大的這個交通建設，對宜蘭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和這個影響呢？我想先來聽聽看新的宜蘭人、新的宜蘭住民，他們對這個事情看法是什麼？2006年通車嘅13磅空，改善宜蘭嘅連外交通，來群同台北地區嘅距離，也促進東部嘅發展。呢條12.9公里嘅磅空，國家開啟同實現移到外地人嘅鄉村夢。2008年左右，那一開始也是因為我的老師他們先搬來宜蘭，那我們就常常來宜蘭跟他上課。上課上久了，就1個禮拜1趟，變成1個禮拜2趟，然後越來越多趟之後，就黏住在這邊就離不開了。這樣，人家都說宜蘭的土地是有粘性，那我覺得是真的。因為我其實並沒有喜歡人很多或者是很都會區的地方，我其實還蠻喜歡就是在鄉下這邊生活的感覺。自拍台北貿易公司嘅條路，宣布至同宜蘭落車，除了經營加比拼，也當關心宜蘭嘅發展。佢觀察到13磅空嘅開通，雖然發落地方同產業，實也改變本來嘅生活品質。
我住在礁溪嘛，那礁溪的大楼，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它那整个都市化的程度是非常的迅速。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到底有没有适合这个地方？然后以及宜兰它在整个承受度上面，它有没有办法去做因应？那我自己住在这边的感觉，会觉得说，住在这边的人的生活其实是被受到很大的打扰。孙百义嘅小李还唔单止安尼呢，对于政府当初规划为了解决交通唔好塞车，促进东埔发展嘅便宜汽铁，佢认为要将北宜兰变改模像宜兰。应该来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北宜直铁通了，那宜兰它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可能就是大台北地区的卫星都市。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那宜兰这边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主要就是一些土地管制上面，它可能因为在管理上面的不够严谨，以致让土地很快的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针对还没有起便宜汽铁，目前土地方向进犯意见浓柔，对经济效益、环境负担、改善境内交通、生态冲击等等面向。各方拢有其个论点，因循对这条观点，又还有专业考量，做出适合嘅决策，兼顾整体同地方发展，相信系开发单位未来要面临嘅新鲜课题。那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说目前我们讨论北宜直铁，它有2个方案哦。我们先来看新的方案1，这个方案可能很多的宜兰乡亲觉得，这个方案好像比较好，因为直接从台北的南港看到红色这条线一路拉到我们宜兰头城来哈，所以这个路线呢，在工程距离呢大概是36.3公里，那整个行车时间呢可以在35分钟之内完成，建设经费呢大概是300亿，换算下来每公里是8.26亿左右的新建经费哈，所以觉得这个效益很高，然后这个时间也缩短得很快。那另外一个是方案2，就看到蓝色这一条线，它是从南港呢，然后拉一条比较直一点的线过来，然后到这边设一个双溪新站，然后再往下到宜兰的大溪站，然后再到头城站。那这个方案2呢，我们看到是它的工程距离呢大概是53公里哦，那行车时间呢大概是在47分钟之内可以完成。它的建设经费是491亿，换算下来每公里是9.26亿，所以呢，就是比这边呢每公里多了1亿左右的建设经费哈。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在地方上现在就有很大的讨论，主要是新的方案1，它主要看到我们看这是翡翠水库的集水区。那其实过去在95年的时候、94年的时候也有提过一个不同的类似的方案，当时候环评就直接说是不宜开发了哈，因为譬如说经过这边有9条断层啦，然后有这个会有考古的遗址啦，甚或是这边是生态环境的敏感区域啊，这边是水质水量保护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条路线的争议非常的大。但是如果走这条路线的话呢，好像效益又不是那么高。我想先去请教一下我们铁工局的施副组长，就是说，其实你们后来有一个在南港到花莲提速改善计划，叫北宜新线了哈，这你们的说法，103年就做了锁铁，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从民国83年到民国103年到现在，一直困扰着台铁嘛，就是说这一个路段的瓶颈，譬如说我们看这边从南港到八堵，然后弯来弯去，然后走到东北角这边，就这个路段它为什么是一个瓶颈，是您从以前到现在急需要去克服的？我们事实上在北部地区，从树林到七堵之间，已经是在运输上是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最主要就是它要容纳到基隆的这个列车，还有从西部干线要回到七堵基地，还有要到花莲、宜兰花莲、台东的这些列车，就简单的说，从这个树林到基隆这一块，它有西部干线的车要走，也有东部干线的车要走，所以路就这么多，要走的车子这么多。所以到宜兰花莲、台东的列车，尖峰小时最多就只可以发5班车，这就被限制住了。那目前来讲，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票难求？当然很多因素。那最主要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再增开列车，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被卡住的时候，你没办法再增开。所以才会有说，好，那如果这个地方被堵住了之后，是不是可以在台北市区最可能的地方再把它延伸出来，就分流？所以现在南港新站就已经预留月台了嘛，对不对？地下化的南港新站就已经预留月台，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就对了。这个应该是这样啊。
我想我们在推动一个政策，在一个建设的时候，我们会预留将来有一种可能性。但是呢，真正要去实施的话，你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分析检讨。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还在做研究？就是我们希望要更严谨的一个态度，端出来的能够经得起考验。好，那3月初，我们的林权院长跟贺成丹贺成部长来到我们宜兰做这个东部这个铁路的这个会议嘛，然后听了很多地方乡亲的意见。那结果是目前看起来是说，先拨1200万的这个计划经费，先来做北宜直铁环境评析，还有宜兰地区铁路高架化规划这样的一个经费。那这个1200万是匡列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啊。那宜兰的乡亲对于这个殷期盼了这么多年的北宜直铁啊，我们刚刚说从民国83年规划到现在，殷期盼这么多年北宜直铁认为说，只有1200万的规划经费，政府好像这个信心不是、决心不是很够。我不知道我们的处长怎么看这件事情，1200万够用吗？还是说这1200万事实上给你们一个定心丸，我们已经确定要做这件事情，只是前面要有一些准备工作要更周全？这个北宜直铁是未来我们100年、200年之后，整个宜兰地区最重要的连外交通的一个建设。所以连外交通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县政府认为说应该以最直接的方式来做，才是最有效率的，才是最有可能性的哈。那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好好的来评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建设的计划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因为它是关系到宜兰100年、200年部分，而且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应该要所以这1200万对县政府来讲是个定心丸，是吗？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跟来民众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话跟沟通，把相关的资料弄得比较清楚一点。OK， 好，那仲高叔，从运能看，从提速看，你也款饭杨满兴。不但宜兰东埔需要一条挺安全、快速、准时和个环保的铁路，让东部的子弟不需要买天梯，知道特别漂泊，声音片的屋卡路外路系六外绕所以其实东部快铁北宜直铁也好，事实上是可以让整个宜兰的产业结构是可以改变的，让这个经济的发展、就业的机会更多元可以让年轻人住在家乡享受天伦之乐。我必须说，这一条干道不是针对宜兰人，是北基宜花东，占国土全国35%，人口超过800万。知道上一条铁路是什么时候建的吗？是1917年的，这隔了100年，正好100年。所以这条铁路的必要性不是先看现在，是长远的规划。所以我是觉得这条铁路对东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真的是要快速、安全、舒适、低碳。全世界到目前为止，这个铁道运输是一个趋势。大家看到这个新普伦隧道在100年前通车，那这个是去年通车的这个叫圣哥达隧道。有国外的经验。对，是。瑞士是全世界最环保、最是这个叫做观光立国的国家，你去玩就知道。所以他们看重这个铁的轨道的运输，他们认为轨道运输是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我是觉得我们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低碳、真正的环保。你塞车塞5-6个小时，在那边排多少碳？我一辆车子可以承载的是可能150辆、200辆的这个承载。所以宜兰不仅要速度，而且要这个要承载的量。好，那我想问题先请教一下我们的谢律师我们看到这一份说帖里面着重的是观光，因为里面有很多是提到说观光客的这个运能不足等等之类的。那在刚刚这个张老师他们所提的这个，我们需要东部快点，又提到说，其实它是对整个东部的产业结构啦，甚至是人口外流或老化都可以得到减缓，是对产业结构、对这个人口结构也会产生影响的。是。可是这个是观光，这个是人口和产业结构，好像这中间有一些不一样的落差。而且，过去曾经在95年的时候有一个环评，那时候是说不宜开发。是。那个环评到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拘束力吗？还是说这一次我们要重新来做这样的一个2条路线的之间的评估的时候，事实上那个环评就放一边去了？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个铁工局这边提出来的缩铁，当然包含了它的必要性，包含了3个嘛，哈，一个就是当然是东部回家的路，哦，有一个可以一票难求解决这个问题哦，那再来就是可以降低公路旅次，也是刚刚我们老师讲的哦，那再来还有就是发展这个观光产业等等的哦，但是在这些我们可能都要去先回到一个根本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做这条铁路之前，我们要谈必要性嘛，对不对？谈必要性的话，那我们就先看说。我们曾经其实在95年12月的时候，有做一个台北与东部地区间运输系统的一个发展的政策的环评。是。那在当时候，他就根据不同的情境去想说，我们东部跟台北之间要有怎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改善计划。那在当年他的一个预设说，如果今年我未来到115年的时候，我的人口发展是很好的，我那时候我的宜花东加起来是147万，那么我这边不只是北宜直铁苏花高都要盖，可是如果今天我的情境是少的，譬如说我情境1就是它的悲观发展，我的总人口只有102.7万，那么我是不可以盖苏花高，不可以盖苏花改，也不需要盖北宜直铁那其实实际上，我们就这几年来看那我们现在的人口总数现在是100几万，我看一下。好，我们这边有一些数据，我可以提供给观众做个了解了哈，就是说目前台铁预估运载量的成长就是说这是100年到104年左右，目前呢这个运量大概是14.5万，每日的14.5万旅次的运量，那平均现况是每年成长是3.5% 那到了120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预估成长量是1.73倍，所以整个旅次呢会来到每天是25.1万旅次那这个未来，而且未来每年平均成长率是4%，所以呢可预见的是，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做评估的话，未来北宜之间每5个人就有3个人是没有座位的。那宜兰到花莲之间，每5个人就1个人是没有座位。100年的时候呢，这个运量大概全年度是834万，然后到了103年是个高峰1140万，之后呢这几年是逐缓步的下降，好像前年是1066万，那到去年是1063万，是缓步的下降，所以这看起来好像不是一路往上涨好像是有慢慢的下跌了哈。那这个必要性还存不存在？我想先请教我们宜兰的乡亲，就你们认为说这样的数据反映了什么？它的必要性确实还是存在的吗？我们先请这位大哥。现在国五它不是只有假日塞车，它现在是常态性的塞车。那个首都客运5分钟到10分钟花一班，你看班班都客满。它不是现在宜兰不是只有首都客运，还有国光，还有这个葛玛兰，还有什么首都之星之类的那非常多的这个公路运输，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照铁工局给我们的资料他如果这个资料是正确的话，他认为这个北宜直铁如果这个可以通车的话，他应该这个可以转移国道5号的运量26.几%其实这条东部快捷道路的这个研究计划是93年就核定了，当初国5都还没有通车，所以政府也是有一些前瞻的看法，但是这些前瞻的看法大部分可能会受限于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因素的这个限制，所以反而做事情起来的这个效率非常差。我们的看法是这样，谢谢。谢谢。这位乡亲告诉我们说，他觉得必要性是有的。还有哪一位大哥？就是说，我们不管从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面游的。你找一条更安全、运量更大的，宜兰人需要，东部人需要的。好，宜兰人需要更大的运能，这是你最主要的一个诉求。因为我们的地形上，在台湾的东部，宜兰是站在一个烟火的地方。好，所以不只是提速而已，运能可能是认为有必要性的乡亲认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那你把宜兰人把烟火掐死了以后，然后说我们要再吃什么维他命，我要怎么环保？好，所以今天的这一票列祖列宗呢，应该把它挂在雪山隧道口。
好，谢谢这位大哥，谢谢。当时候在95年的环评之所以没有过，就是说会经过翡翠水库集水区，那这边其实这边有9条断层，而且这以前曾经有很多的矿场、煤矿的矿脉在这边，所以以前那矿场的矿脉是不清楚到底在哪里的，所以会被挖一挖，然后就挖到矿脉，就整个铁路啊，或者将来通车之后会塌陷下去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担心的点，但是台铁告诉我们说，铁工局说我们可以用新闹工法啦，而且我们会避开这个硬质跟涌水量大的这个4棱砂岩的艰困地盘，所以这些其实都可以从这个工程上面去克服，所以对生态影响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有一群宜兰年轻人认为说，好像不能那么简单来看我们看不到的这些未来的这些地底下这些施工的挑战，它这跟环境跟生态影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请好这位。国5会塞车最大的问题是在台湾整个大环境下，它汽车的使用成本太低了。对，就是台湾太容易去开车了，大家想要上路就可以上路，一台车可能5、6万就买得到一台2手车，我就可以开上路，我就可以在国道上面占了一席之地。然后每个人都这样想，国道之所以会塞车，对。然后还有我想要讲的一个是刚刚那个张教授所说的圣哥达隧道，瑞士的圣哥达隧道，这是大家都知道也非常有名的。瑞士的圣哥达隧道，它从开发到现在历经了100年，然后这100年中间，它是经过瑞士的全国公投，就是大家都来讨论这一条铁路、这一条隧道它是有没有必要开通的。所以假设今天我们刚刚大家也都认为说这是100年建设嘛，假设我们今天认为这是一条100年建设，那大家是不是也要有更多公民讨论的空间，然后大家也来讲话的？那大家心中的宜兰精神、宜兰价值是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就是从林聪贤县长他当初出来选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慢活宜兰，然后现在反而有一群人说不，我们要快活，就是他们想要快活，然后不给人家活。其实刚刚讲说，这是整个花东部干线，不只是宜兰县，它下面还有北回线，还有花东线，还有南回线。那如果是从这样一个轨道的路网的干线的去思考的时候，您的想法会不一样吗？其实从轨道路网干线去思考，我们回到轨道上面来谈的话，那假设今天它的瓶颈是从八堵到树林嘛，对不对，施副组长？对，假设今天它的瓶颈是八堵到树林，那我们可不可以起讫站是八堵到花莲呢？那这样大家在八堵做一个转乘，它的车班是可以加大，在施副组长这是可行的。对不对？所以是在这个运能的规划上面可以去做调整。对，它运能规划、运输管理，它其实有很多管道的。像国道，它可以高承载可以去，假设高承载是5个，差别收费提高。像差别收费，假设我们今天上国道，假日一个人要收比较贵的钱，然后或者是做一个总量管制，它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在所有的重大建设之前，我们是有用尽所有一切运输管理的方法。假设没有，那我们是可以再去尝试看看，我们要怎么改善我们的交通，而不是急着说我们要盖一条铁路，我们要干嘛的。我会认为说，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大家都没有试，大家可以尝试看看。我们首先来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是台湾本岛最新空污率大调查。这个调查根本是台电，它根据每年1月跟12月这个家户数的用电表，它大概平均是，假设你们家有一台多大的冰箱，然后有一台电视机，每天开2小时的话，那你的用电可能是52到60度。所以你只要低于60度，台电都认为你是低度使用的用电户，那表示说可能是空污了哈。好，那看到是宜兰呢，目前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低度使用用电住宅呢，是全台湾其实是最高的，它比例是15.98%。那这个户数大概是28,587户这么多了哈。宜兰县历年来农社同意搭排的数据，就是说，农田水利会答应你这个家庭的废污水呢，搭着这个灌溉沟渠去排放，叫搭排的数据哈。从95年开始呢，陆续是一路在飙升哦。那虽然说前2年有比较下降下来，但是从这10年来累计的是6262件。那配合宜兰这几年空污率这么样的高，事实上是有相关的哈。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说，当这么多人到宜兰来，或者说这么多人到宜兰来乐活慢活也好，或乐游漫游也好，对宜兰当地的交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冲击？而这样的影响跟冲击又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先跟着新闻影片去了解一下。富古街天摇车发通内，游客初到上坡，选定下期街山腰套路行，全坡年轻街天然风光，丰富精彩街生态资源，近距离就是得感受到到底二模和正甜朦胧之美。能够来这边去体验的话，
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氛围。以前我来过夏天，他会带你去一些有涌泉的地方，那可以下去游泳啦，可以去捡那个蛤蟆啦。那像今天是下雨天嘛，那就做比较静态一点。你喺宜兰盐山乡内上社区发展新冠园街社区观光，摩铁道街硬体建设。招待游客街差不多拢是用当地的东西，像是菜体街银钱梅同农铁山，还有漫游社区街运输工具。早期为了让老人家能够走出来，所以说才成立了铁牛里亚卡这个车，因为这种车它陪伴现在的上了年纪的长者都是黄金岁月跟他一起打拼的一个所谓的生产器具。结合菜体文化係内上社區觀光嘅特色，不過呢片土郊區，遊客學來體驗，通常只在坐遊覽車，可比未來愛拓展自由行嘅嚴格了。交通運輸聽說係前線愛面對嘅。我們剛開始的話，其實它的比例超過100%都是團客，就是搭遊覽車的。那其實在這1-2年裡面，開始變成散客超過在2成。那團客差不多在8成。那如果在散客這一邊再來細分的話，自己會搭公車，或者是說所謂的轉接的系統，差不多在2% 或3%左右而已。我們住基隆嘛，我們就坐火車坐到羅東或者坐到宜蘭，然後坐這邊的接駁車，就是客運車過來，它有往三星的啦，或是往梨山那邊的。那客運很少啦，就班次不多啦。宜蘭嘅特色係農村風情，係離台北無幾遠嘅天然景色。社區觀光可能係發展嘅重點項目之一。雖然遊覽車、接駁車、自駕駛車攏是得到呢條社區，不過政府鼓勵大眾交通運輸減少碳排放嘅同時，相關嘅配套也要積極規劃。影片里面访问那位大姐，她可能真的是老宜兰了，然后不是常住在宜兰，是经常来宜兰玩啦。所以你看那内城铁牛里亚卡，她已经做过好几次了哈。夏天去做涌泉玩涌泉，冬天去捡拉啊，都有啊，就看得到。就说，但是呢，就是的确水隧开通之后呢，让很多的原本可能对宜兰比较陌生的人，因为交通的便利性呢，然后缩短了这个之间的城乡之间差距，他会比较有时间来到宜兰，好好认识宜兰这个地方。宜兰县政府在市区公车路线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头城呢，他们是宜兰近好行哈，宜兰近好行呢，头城有1条路线，礁溪有6条，宜兰11条，罗东8条，总共还有苏澳有3条，总共是29条，这是宜兰市区。就是观光小巴士的部分，像我们录影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观光小巴士会通过，就一天有4班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到的是在这个公路客运方面呢，就比较大宗的，比如说像这个这边主要是看到是国光号的路线了哈，在头城跟宜兰、罗东、苏澳呢，总共加起来有34条。可是这个路线呢，其实跟铁路是重叠的，所以这个功能的部分不知道是怎么样哦。等一下可以来请教一下。宜兰县政府其实有心要解决境内区域的路网跟交通，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是散客开车的比较多。即便是我有这个铁路的运输长途过来，节能减碳，可是到了宜兰县以后，县境内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小汽车，所以目前好像还有很大一里路要去补起来。到104年哈。这个坐国道客运来到宜兰的，刚才只有铁路客运的部分大概已经突破1000万旅次坐国道客运来回的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大量的哈。那从民国100年，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开始推动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宜兰健好行的部分。那现在的路线我们大概有一个数字这2个路线就是以前因为宜兰的没有自己的客运公司所以是公路客运，到现在那我们整个。以这个地址的涵盖率来讲，我们涵盖的平均有85%都在我们的公路客运大概500车站周边500公尺的这个范围里面都有涵盖到。不过呢，因为我们宜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民众的需求跟观光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会有2套系统。那一套系统是属于民众的这个系统，所以这公路客运这部分属于是民众的系统。对，然后宜兰静好行这是观光客的系统。我要说明一下，其实这2个部分现在是有点
结合在一起了，相辅相成。对，那所以我们针对于民众的这个系统里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宜兰是一个散居的状况哈，所以班次要非常密集，其实困难度是非常高的哈。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比较完整的服务哈的准点的服务来服务这样子的事情。那针对于游客的部分，其实我们县政府在104年开始就推动了红线跟绿线的接驳公车，那也在这个整个中央政府的协力底下哈，其实慢慢的已经展现出这个成效。好，那这个阶段我们看还没乡亲有意见要发表的，这一位大哥是吗？我个人觉得整个交通的需求哈是必须很快速来解决，因为那个我们。才可以说让我们的乡亲哈，我们宜兰，我是在地在这边土生土长的。那我们家有4个兄弟，好，3个到台北去了，好，现在假日回来哈，他们都不敢回来，因为怕塞车。好，我妈妈、爸爸哈，现在目前哈，爸爸是不在了啦，但是剩下妈妈一个人，她要看儿子哈，很久才可以看到一次，就是因为塞车。雪隧通车以后，当然是带动了很多机会，哈，很多我们各产业哈，还有观光哈，发展。但是人来的太多了，整个交通的需求哈，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符合了，哈。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要赶快把这个东部这个捷运的部分哈。这一条赶快给它做起来，让你有一条比较便捷回家的路，妈妈可以不用等这么久才看到你一次，这样子。安全，对，安全的一条路。好，谢谢。好，我看这边好像有年轻的这一辈要来进行对话和沟通。这个就是宜兰，我们可以翻面看一下，就是洋洋洒洒的很多路线，刚刚讲的红绿线啊，然后还有各个对所谓的观光景点，还有可能是对各个乡镇市的。接驳公车有很多是只有在假日营运啊，这就是否观光客、观光旅行是，这就是回应刚刚处长说的，他提到说观光跟民众做一个结合嘛。但是可能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真正背后的问题在哪里，因为这个其实他变得说是观光客他也不买单，在地的民众他也觉得不好用，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诱因还是不够大。对于观光客来说。是票价不够便宜吗？票价其实我觉得大家只要它的物价价值够，我觉得票价倒不是问题。是它的班次可能不够多，班次不够多。2是自家车，观光客来自家车，刚刚也提到，铁路也好，轨道运输也好，其实都还是一个站到站的概念。可是公路它是点到点，甚至是一个 door to door 的概念。我到宜兰来，我甚至可以说是我没有车，我就跟没有脚一样。所以很多配套措施其实还有很多该做，但是还未做的部分。那我这边有个数据，就是铁改局的，也是铁改局的数据。民国120年，国5单日会有将近16万的单日的人次。那北宜直铁预估单日可以提升2300到3200的搭载的运量，但是其实它只能舒缓转移2%。那我们即使退一步说2倍、3倍。转移4%，转移6%，这其实都也只是，对于改善我们北宜直铁的核心议题塞车、假日塞车问题，所以你认为北宜直铁的运能并没办法消化掉，甚至说真的去分担目前公路运输的这个人口成长、旅次的人成长量就对了。是，就公路的诱因还是很高，所以这种硬体思维，传统可能造桥铺路、做功德的这种硬体思维。与其说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不如回到刚刚讲的智慧运输，我觉得这才是可能宜兰要去跟中央争取的部分。好，谢谢这位。那其实就以刚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有提到一个有关于像一个消化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就是说北宜直铁就好像是一个咽喉嘛，对，这个区段像是一个咽喉，后面未来的日子的苏花改的部分就还会就是会通车，但所以是一个通道的问题，会一个畅通的问题。可是中间部分的消化，其实我还是认为说消化其实就是整个宜兰县。这是一个消化系统，当进来不管它是堵住也好，还是在里面消化也好，消化不了，那后面那当然是一定是再怎么前面的咽喉再怎么通，中间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其实还是排不出去。那对于说，其实宜兰县内，因为我们都是宜兰人，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许多的公共的运输系统，其实还没有很完整的
被建设完成。那对于是说，其实因为就是还没有被建设完成，所以也其实并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说服大家能够舍弃自家车，完完整整的去搭所谓的铁路。你意思说，如果大众运输系统够完备、够便利的时候，其实宜兰在地乡亲就会舍弃私家车、舍弃摩托车，我就去搭大众交通运输系统。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去台北，也许我们会考虑到说，不管是坐首都还是坐大众交通运输，因为知道说到台北是便利的，我们有捷运可以坐，我们有公车可以搭。其实我们宜兰人到台北其实会有这样的概念，但是从外县市的人，如果是用观光的角度来到宜兰的话，其实他来到宜兰，他还是没有脚。我们希望，既然我们要发展观光，应该是要让观光客更多有机会能够留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说当天来回。我想，如果只是为了说缩短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讲的话，我想这个效益其实应该可以发挥在更好的地方。那对于其实以那个人民的纳税金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在不管是县府或中央，有更多的大众交通运输的那个建设可以去规划跟筹备。对我是这样认为。好，谢谢。谢谢。刚刚有一位乡亲发言提到说，他们宜兰的这些外地的游子们，因为雪隧通车之后，因为真的太多的外地乡亲喜欢我们宜兰好山好水，不管是来置产也好，买房子也好，或者来观光旅游也好，经常是大塞车，甚至还要到花东去的，都卡在雪隧，所以他们只能像候鸟季节性的往返，一年也许就回家个几趟，然后匆匆吃个饭就要赶快上路，怕被塞车塞在那个雪隧里面。宜兰这个农社同意搭排，就是农社废污水同意到这个灌溉沟渠搭着排放了。你看，这10年来也增加6261件，认为说宜兰的生态确实因为雪隧的开通受到了冲击。那北宜直铁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下一波一个更大冲击的隐忧呢？我们来看看一个年轻人他怎样从候鸟、水鸟的观点来提出他对宜兰的观察。栖地消失本身就是最大的冲击啊！因为你看水田上面盖房子，然后马路变很宽，这样就是水田直接不见嘛。那水田直接不见，就是等于那一些生物的栖地就直接不见。游客体验过4天了海个蔬菜，总系裂片小鱼底、甲片小鱼底。林哲安利用有限嘅事夹夹小步。26岁嘅林哲安係宜蘭之體，2017年生態環境教育研究所畢業了後，其先設將故鄉做農。主要是因为想要保护这个土地啦，对，因为这个地方环境很好，然后风景很漂亮，然后水鸟数量非常的多，我想要保护这个地方，所以就来这边跟农民合作。目前林哲安同宜蘭當地嘅農民合作種田賣米，今年嘅面積有6公頃。另外，佢偏向生態嘅興趣，就會到田野之間翕水鳥。从小就看田长大嘛，然后后来是因为家里出去旅游，然后到台南看到那个黑面琵鹭，然后看到之后就突然就很喜欢水鸟，那从小学开始就一直看，就看到今天了。我常常開着車，然後在宜蘭這樣晃來晃去，真的很明顯感覺到，就是整個數量種類都明顯的下降。當大家都討論北宜鐵可能危及廢水水庫水質嘅同時，林哲安建議也必須對天然生態環境負擔嘅角度去思考，因為這樣嘅思維唔係短時間細範圍嘅科學數據，就是在看到影響層面。其實從雪山隧道開通之後，這10年啦，宜蘭的整個水田的生態其實已經下降非常的多，尤其在我最關心的鳥類這部分，其實數量差非常的多。那我認為我們的水田生態已經到了一個不能再有任何開發衝擊的一個情況。我們現在其實是應該思考怎麼樣保護現在水田生態。對，所以你看雪山隧道帶來那麼多的農舍，那麼多的馬路拓寬等等等。那如果又來一個北宜直鐵的話，那我們的水田如果繼續再消失，那其實生態應該就是萬劫不復。雖然去北宜直鐵無聽出外國開啟一波嘅農社潮。不過自然環境嘅現在，可能必須好好思考，因為套環境壓力影響造成了後，接着有當多嘅轉唔起嚟。我們常常講說舉手之勞做環保，青山綠水永得保，或者說我們要把這一代的，或者要把這個好山好水留下來給下一代子孫哈。所以今天也有很多看到很多宜蘭在地的下一代的這個
青年人呢，他们开始对宜兰目前要面临的开发的冲击，甚至已经存在的既有的开发的冲击，有一些反思，有一些建议哦。那除了刚刚我们看到这位种田，然后拍水鸟、拍候鸟的这年轻人之外，现场还有哪位乡亲、哪位年轻的？好，这位。那其实，在雪隧开通从2006雪隧开通之后，宜兰的人口数到近年来已经有些微下降。本来不是增加吗？是下降。从46万的人口，其实基本上已经下降到45万8千左右。哦，那详细数据的话，其实还要再去做。所以人口是下降，房屋数是增加的。对，没有错。那再来就是说，其实雪隧开通，我说真的，对宜兰有没有好处？有。我们非常持平来讲，雪隧开通对宜兰是有好处的，是有好处的。可是问题是，造成的是什么？更多的青年人口外流。哦，很多人青年人口哦。读书的我们就不管，到了外县市工作的，有的1年可能只回来1次，甚至可能都不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在外县市生存，其实真的会比在宜兰生存来得更困难，可能会赚不到钱。这是台湾现在各个地区。那为什么不留在宜兰呢？如果在外县市赚不到钱，为什么不留在宜兰呢？其实年轻人会到大都市，基本上来讲都会觉得我机会会比较多。哦。比较容易翻身。那可能在宜兰，大家的观念觉得宜兰是真卡所在。但实际上，宜兰近年来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单就以观光这一面来讲，大家都说宜兰要发展观光，宜兰要发展观光。但实际上，真的深入去调查的时候，观光产业、观光旅馆业，然后我们所谓的观光工厂，甚至做导览这些导游，他一个月月收入多少钱？差不多就是跟现在规定的劳基法规定，差不多22K 左右。那好一点可能会有到3万。再更好一点，主管级可能会到4万至5万。那其实，在消费支出增加，但收入却没有增加的情况之下，怎么样留得住年轻人留在宜兰，继续做所谓的传统产业，做产业发展？如果要以经济上面来讲的话，人口的基数才会达成所谓一个良好经济效益的范围。那北宜之铁也许会把人留下来，或者说会做一个产业的结构的一个翻转。刚刚我们张教授有提到这一点，你对于这个看法是乐观的吗？还是说你觉得其实这个说法是非常广义上的说法，但是如果真的要实际上去分析的话，其实铁路运输。铁路运输甚至包含以一个工厂的角度，或者我是一个老板的角度，铁路运输的成本会比公路运输的成本来得更高。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为什么 OK 宜兰可能开始一样也有工厂留在宜兰，但是实际上来讲，宜兰的所谓的产业发展也没有比西部甚至中部来得更好。好，对，好，那我看还有另外一位。铁道运输呢，相对于公路确实是比较低碳环保的哦。但是呢，北宜直铁贯穿了雪山山脉，以及通过地质的敏感区，纵使现在的工程技术已经比当年盖雪隧的时候呢更加进步，但是呢，我们现在面对了更加严峻的气候变迁，人类不应该用管理以及防治天灾的想法去面对我们现今的这个生态系统，而是呢尽量的减少人为的控制，提高系统呢在受到干扰之后呢，所能够自我恢复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韧性发展。那横跨断层带以及生态敏感区的长隧道建设呢，我们应该用更加谨慎的思考方式，以及增加我们的公民讨论。谢谢这2位宜兰年轻人告诉我们这样他们的想法。但是我们也有提到，刚刚影片中也看到说，其实这对于这个开这个雪隧，其实对翡翠水库水质水量会造成影响啊。翡翠水库的水质来看，我们请一下我们张教授，他是这个学地理而且是地下水专家，来告诉我们说，从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数据来看，就是说雪隧施工期间跟雪隧开通之后，对翡翠水库的水质的影响大概是，你可以看到这后面这一段，在过去我用的资料用这边，他们质疑说我资料太短，我从翡翠水库开始经营下来，这个可以看出来，确实水质是变好的，这个是不真的数据哈。为什么以后会变成平氧，就接近更低的？就是表示说，在过去车子是绕着这个9号公路。绕这个水库，吃喝拉撒全部在那一边，所以观光人为的污染变少了。对对，这边是有一篇报告哈，是2016年，也就是在翡翠通车10年
这个资料，这个资料是台北科技大学做的哈。做的。他这里头讲到9号公路哈对水温的影响，这个剩余就是5号，就是5号国5的影响是变小的。他这里头很明确的指到说，因为国5这个道路啊，它的因为有隧道、桥梁啊等等，还会把一些水设施排走。我们肯定翡翠水库他们做的努力，最后这个对于影响水质发生具体的功效，就抑制水质恶化具体的功效。这个是去年的报告。我们看看上一次2006年的时候，环评不通过，他用4个理由：地下含水层、环境敏感地区、断层，还有考古。考古他是自己想的，没这回事哈，因为这条路不经过什么这个大竹围什么之类的哈。这3个地下水层还有敏感地区，我们假如是这一条铁路，我先讲结论它并不能说，它只是说替代方案，他说不建议开发。但是呢，替代方案这里头之所以否定，竟然说未深入调查啊，或者是地质情况不了解。我想请问，我们经过了这一条隧道了以后，哪里有断层，哪里有涌水，哪里有破碎带，哪里不知道？所以你是说非常清楚的记录这条北宜直铁假设是新方案1的话，它其实是基本上跟这个目前的国道5号是将近平行，所以我们最清楚的是这边已经施工过1次了，哪里有什么问题，哪里有什么状况，事实上已经有1次的操作经验，所以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好，我们刚刚教授提到一些数据，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雪山隧道，在隧道里面，它的这个对这个环境啊，或者说人为的观光的人为的污染呢，反而是减少的，所以让这个翡翠水库的水质变好了。那现在是不是一样呢？这个北宜直铁如果是在隧道里面呢，相对它对于这个翡翠水库的影响或生态冲击也是比较小的呢？这个可以来做更细致的讨论，而且它也提出10年的一个北水局本身的这个统计数据也许可以补足95年那时候环评说没有详细调查这些一个疑虑跟说法那我相信这个讨论可以在这个公民之间继续去发酵，但是我们今天要先请我们台上的来宾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说，站在这个规划单位来讲，就说轨道本位吗？就是说，其实轨道是一个运能很大，然后是一个低碳、节能、绿能运输，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绿能的追求的这一个氛围底下，我们还是可以好好平心而论的来看待这一条铁路，事实上也许没有像大家认为的那么紧张，是这样吗？是副组长。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会好好加强的公共运输方面。那如果这相辅相成，来做好这些公共运输的话，那相信对将来国5雪隧的一些疏解也有帮助。那也有帮助了之后，同样不管做哪一种公共运输，做客运也好，做铁路也好，到这个地方之后下车就有脚，这个情况应该会让大家更能够将来的这个地方的发展能够更可以期待。那相对的，假如说公共运输更好，那开车就不会那么方便了那开车自然就慢慢减少。那我想我们会用严谨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好，谢谢。那我想请教我们的林处长，就是说，事实上在1200万的这个经费里面就是它除了是这个方案1跟方案2的环评析之外，还有一个是宜兰地区本身的铁路高架化。那这个高架化是不是搭配北宜直铁的一个配套方案？那它重要性在哪里？是最后跟我们说明一下。北宜直铁这个部分，刚才我们副组长有提到，它其实是一个东部铁路的一个烟头跟运量的增加其实如果只有北宜直铁，那会带来宜兰的运量的增加的部分其实是不足的。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主要是服务花东的部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配合铁路的高架跟捷运化这件事情，才有办法真正的疏运宜兰到台北之间的这个旅客的一个需求，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需求。所以如果只有北宜直铁，其实会造成宜兰在铁路上会有更大的问题，因为在铁路这个部分，在宜兰有23个平交道。所以班次更多，就平交道停等的机会更多，反而公路交通塞得更严重。是，所以我们认为
北宜直铁必须得搭配宜兰的铁路跟高架的直线化跟捷运化这个部分哦，才有办法真正的跟台北地区的一个交通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疏导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最后我想先请教我们的这个谢律师好了，就是说，在法或者政策这个上面，有哪些法的层次是要做提醒跟呼吁的？所以前面刚刚讲说政策环评，希望呼吁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开的场合，像法国他们针对这种重大建设，都会让很多人，他们从小地区一直到大地区，不断去收集、去辩证，然后最后形成一个政策的走向。我想也可以让大家呢真正关心的点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当然刚刚大家都讲了很多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毕竟还是一个法治国家。那环评法的要求以及相关的自来水保护法的要求啊，那个饮用水管理条例，好以及相关的一些法令，其实也是要遵守。之前我们跟司长都有报告过，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必须要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这些东西可能都要去考量。如果没得到核准，你的路线可能就要跟着变动。那最后面是在讲，我们举一个观光真的能够带来钱潮吗？人潮真的等于钱潮吗？这件事是问号。至少在高雄的哈马星就不是这样，他们以为人潮是钱潮，结果到后来发觉大陆客太多之后，他们的地方是负成长，所以他们后来陆陆续续做了很多的游览车的总量管制。然后让他们地方可以恢复到一个生态。过多游客反而造成一种排挤。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区容量是有上限的，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一直往宜兰塞。那宜兰的上限在哪里？所以这些事情，我想是要一个跨部会以及地方跟政府，还有我们所有人民一起去努力，去寻找出一个共识，然后再大家用一些听证会的方式，然后再循着我们相关法令来做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决定。好，那张教授刚刚讲到交通变好，人口为什么移出啊？大家知道好山好水不会带来多的人口，这很简单的道理，是在产业结构，完全是产业结构嘛，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还一样低薪呢？是因为你就业没有多元嘛，你就业机会不够多嘛，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最终的目的是这样子哈。还有这个刚刚提到说铁道运输只吸收了3%、5%，这个要负责任的说法。现在铁路局有3个版本，一个5%，一个30%几，一个40%几，这个每一次讲的都不一样。那现在为什么没有竞争力呢？为什么没有竞争力？你票价是2倍，你这个时间是2倍，当然没有竞争力啊！你35分钟，假如我们从南港到宜兰35分钟，到花莲1个半小时，到台东3.5个小时。若我们从这个南港到搭高铁到这个高雄是2个小时，宜兰到这个就花莲搭高铁是3个小时，这个才是一个叫一日的生活圈嘛。这个是整个骨干，不是为了宜兰人。所以我说东部快铁是一个价值的选择，是一个不会塞车、运量更大、更安全、更舒适的低碳运输，是一个群乡发展，照顾群乡发展，而且也兼顾到生态环境。还有呢，要让年轻人能够回乡，这个不要让我们的家乡老化、老去了。那会不会这个路程缩短了，时间缩短，票价也要减少，所以这条铁路注定要亏钱了？这也许今天来不及讨论了，但是我知道现场还是有很多宜兰的年轻人，对于这条100年以后的一条新的铁路，可能的新的铁路建设有他的想法。那这一位。直线铁路，我觉得，因为这路线已经讨论很久了哈，我的理想方案还是最拉直的。如果要做一个绕一圈的哈，我觉得还是不要做了啊，因为拉直的效果才有真正整到减速跟那个时间跟金钱的效果哈。因为我自己有试算了一下哈，现在的最快的直达哈特快车太鲁阁，还有从宜兰到台北70分钟，它是没有。中间没有停的，但是如果坐直铁之后呢，我们站站都停的那个通勤列车，它只要62分钟就可以到达台北了。哦，即便站站都停，都还比现在直达车要快就对了，还要快。所以它的效益是在于真的是捷运化，而不是省了那个几分钟。好，谢谢。那还有一位，我看。我觉得花东因为那个每次那个在廉价的过程，就是常会买不到票的状况，我觉得真的需要改善。那东部真的需要一条铁路，但是一定要直铁吗？虽然直铁这样看起来它花费是比较少，可是它对环境的影响非常的大。那我不觉得盖一条路水质会变好，这个东西可以画上等号。它应该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纳入讨论的。然后我以一个宜兰的新住民来看，就是我觉得
所谓的就依然这几年都是在讲观光，可是效率真的会带来观光人潮吗？因为据我知道，就是跟一些民宿业者聊过，他们的住房率其实没有增加，是减少的。连住房率都下降。有，因为宜兰就是你看你来宜兰非常的方便，那他们为了省住费，对，就是一日生活圈，就是所以宜兰少掉了最重要的住宿跟晚餐大笔的。大家会想说，我可以省掉住宿费，那我一日来回就好了，塞车没关系，我可以省那个钱。那其实所谓的效率，真的会带来观光人潮吗？钱潮吗？不一定。这是我以一个新住民的角度作为观察，谢谢。好，都在俩行卡偏离一条铁路，迄路人行卡脚的带离开宜兰，人才带到宜兰人行卡脚的离开宜兰，也係講本外邊人行卡腳嘅通過宜蘭，係講行卡腳嚟到宜蘭，然後要轉去呢，像俩偏離都帶來發展動向，係咪更好啊？像今日嘅討論本的出點來做好好的思考。以上今日出名台北什麼樣數款安子 C， 謝謝，謝謝。